大家好，歡迎嚟到懶知 Combo， 呢個係一個在台港人分享生活中觀察到嘅兩地差異嘅頻道。今日要分享嘅係台灣好有代表性嘅信仰文化活動媽祖繞境。我哋而家開始啦 ，Combo。如果你喺4月、5月嚟台灣中南部，有可能會喺街道見到一個好震撼嘅畫面，好多人戴住同款嘅帽，孭住背囊，跟住頂轎嚟行路，捐轎腳，拎進香旗，路邊仲會有人免費派水、食物或者點心。咁好可能係遇到媽祖繞境或者進香活動。台灣媽祖繞境活動入面最出名嘅一定會諗到以下呢兩個，一個係白沙屯媽祖，一個係大甲媽祖。先講白沙屯媽祖。白沙屯媽祖最特別嘅地方就係佢嘅路線同埋停駕地點都唔係事先完全固定好嘅，好多信眾都會話呢個係跟住媽祖走，唔係跟住地圖走，所以你會見到大家一路睇住 YouTube 或者 App 嘅直播，一路睇 GPS。好緊張咁樣估媽祖下一步到底要去邊呢？而且白沙屯媽祖嘅速度有時候真係好快，加上轎頂係粉紅色嘅，所以都有人叫佢粉紅超跑。咁急嘅行進節奏對香燈腳嘅體力亦都係一大考驗。白沙屯媽祖向北港進香嘅行程，以2026年嚟講，係由4月12日深夜11點55分登轎出發，直到4月20日下晝先至回宮，成個行程有8日7夜。今年嘅報名人數更加衝到驚人嘅46萬幾人，跟住就到大甲媽祖。大甲媽祖繞境進香規模亦都非常大，而且整體形式同白沙屯唔多一樣。佢嘅特色係日程比較明確，佢嘅路線同埋駐駕地點都相對固定，全程跨越台中、彰化、雲林、嘉義，路程300幾公里，係台灣最具代表性嘅宗教城市之一。2026年嘅大甲媽祖繞境進香係由4月17日晚上10點05分起駕，全程9日8夜，預計4月26日返到大甲。淨係起駕當晚，廟方就估計湧入大約60萬人次，成個活動更加成日被形容成百萬人甚至數百萬人參與嘅大型信仰盛事。繞境期間一路上你會見到好多特別嘅習俗，都係有寓意㗎，好似捐轎腳，好多人相信咁樣可以保平安、求保佑。亦都有人拎住進香旗喺沿路嘅宮廟吸引，象徵自己真係有跟住行過呢一段路。仲有一個名場面就係沿路超多人會主動提供食物同埋飲品，呢種文化喺台灣叫做結緣，有一種大家一齊做功德、互相照顧嘅感覺。所以媽祖繞境好睇嘅地方唔只係神轎本身，而係你會見到台灣民間信仰、人情味、體力挑戰、地方文化等等全部撈埋一齊，變成一個好獨特嘅集體記憶。最後分享一個我自己都好中意嘅冷知識，媽祖誕辰係喺農曆3月23日，而台灣南部海域嘅珊瑚產卵期亦都大約落喺呢個時候。順帶一提，我之前亦都有一集介紹過白海豚，因為白海豚喺民間都有媽祖魚呢個別稱。如果你對媽祖同海洋生態嘅連結有興趣，亦都可以翻去睇翻嗰一集。如果大家之後仲想睇到更多珊瑚或者海洋生態相關嘅冷知識，亦都歡迎留言話俾我知。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如果你中意呢條片，記得 CLSS， 亦都可以留言話俾我知你有冇參加過媽祖繞境，或者想補充媽祖繞境嘅小知識都可以㗎。你嘅支持就係我繼續落去嘅動力。下次見。